新多媒 Capital 958上車頻道，現在是屬英報告新聞。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伊朗在4月8日消息內完全開放核武器海協，表示美國將打擊並且摧毀伊朗各地嘅發電廠。特朗普在居家社交並大向伊朗發出指控，痛跌施講，伊朗規模最大嘅發電廠將首先成為美國嘅打擊目標。伊朗發射導彈襲擊以色列南部蘭州上定，造成18個人受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承認將繼續在所有戰場打擊敵人。以色列官方證實，以色列防空系統未能夠攔截伊朗嘅導彈，將採取嚴厲調查。索馬社記者在我國社會以及家庭發電報道，馬先個人教育活動離地性。我國當地搞遊福州，除夕有遊福州市政往東部20邁主辦嘅開車仔活動，並且向遊福運勢向上加載最好。雙方推進了新友之間長久以來嘅跨境關係，同時探討加強雙方多領域合作嘅方式。主管會搞事務大報道協調已經能去1月3日，收養代表團到烏來參加當地嘅開車仔活動。在歐拉亞馬來西亞男子涉嫌謀取我國政務官網芯片被逮捕。這個月以來，我國警方已經逮捕了8名涉及類似詐騙案嘅馬國內。初步調查顯示，這兩名年齡分別3例回歸、2例回歸發出男子，涉嫌受到不明因素指使，向詐騙受害者收取包括現金、金條跟珠寶在內嘅貴重物品，並且將這些財物轉交給其他不明因素。兩人分別在吉蘭郡面南被控過協助別人暴露犯罪所帶嘅罪名。新加坡信眾基金會將在明年第一省在部落開設第4家信眾福強中心，正逐步推動性器官疾病跟預防以及照護，並且緩解超老齡化社會對醫療資源構成嘅挑戰。白內障是常見嘅密集疾病。國大醫院數據顯示，單單在2004年就進行了5300起白內障手術，比2001年多出超過7成。國大醫院眼科部根據執行社區眼科篩查設備，讓病人執行檢查密集，準確度高達80%，病人也一來上下到醫院嘅時間。前面在報告了一些家庭停開車在公定家裏提升沙漠這做已被開引導國家環境局嘅文章顯示，採購官嘅萬里骨灰安地樹在2月周末跟前面在當周末嘅訂車位已經預約熱望新聞報告完了。